计在今年12月共同举办2019年高雄电竞嘉年华会，推动本市电竞运动的风气。我们大力要发展的一个游戏电竞产业，市政府除了配合中央的法令推动发展电竞产业之外，预计在今年12月共同举办2019年高雄电竞嘉年华会，推动本市电竞运动的风气。选赢高雄市长，想想看高雄市民对我有多大期待？真的有多大期待？如果我做得不好，我贪污歪勾做了一半，这个溜之大吉酸，我怎么对得起选委选民？市长，你还记得你所讲过的话吗？你要不要因为你去选总统，跟高雄市民道歉呢？黄议员，这是艺术厅，不是烧炮的所在，较细声的大家就听啊。我的音量会放低。市长，你当了高雄市长之后，高雄安全吗？高雄人民有钱吗 ？No， 我们的看法是没有。不是韩国瑜最有钱，韩国瑜靠选举发大财。市长，你在市长选举的时候，你的补助款拿了2600多万。你现在在明年马上要参加总统大选，我们预估明年的选举人数以及预估投票率，在保守估计，韩市长最起码有30% 的得票率，接下来会拿到1亿2000多万的选举补助款。短短的2年内加总起来，你可以选举1亿4000多万的大财。时间停止，时间咨询。如果你们要这样子，待会我们会用同样的方式暂停时间。好，离开。时间暂停。时间暂停。时间暂停。走开。时间，民进党的时间。走开。暂停时间。各位同仁，请回座。暂停。时间暂停了。市长，我今天准备了一个辞职书在这边呐，也方便你签呐。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你要对得起高雄市民，我觉得简单一点，死的啦。去选总统，唔免浪费你的时间在咱高雄啦。你现在也都心思没有在高雄了啦。我现在拿过去给你好，就麻烦那个韩市长较有缺势一个较有缺势的啊！国民党团队没安尼啦，来我们男士去帮忙，请你们尊重我们的质询权。时间停止，时间质询，时间暂停，我们会抗议时间暂停，时间暂停，来麦克风，麦克风呢？麦克风来，麦克风，这个麦克风呢？这个麦克风呢？喂，主席，时间暂停。怎么可以用这样子呢？这是我们民进党团的总质询时间。如果要这样，等下我们也不让你总质询，请时间暂停。主席，请时间暂停。你们影响我们的质询权，这是我的时间。好了，继续了。主席，你主持会议不公平。那个主席，时间请暂停。媒体画面。这个麦克风呢？麦克风请你们可以回去继续质询主席要暂停时间了。我们怎么质询？国民党团练人奥波啊！这是阮党团的一个时间。主席，国民党团告袂见效。有的奥波啊咧袂见效。时间暂停。主席啊，你要暂停啊！时间暂停。时间暂停，主席。如果你们要这样子，待会我们会用同样的方式。暂停时间。暂停时间。各位同仁，我们请理性问政。暂
暂停时间，暂停时间，请继续执行。暂停时间，暂停时间。来，好啊，好啊，安尼好啊，来，继续执行，继续执行，继续执行，暂停时间，暂停时间，来。啊，我们没有办法执行啊。主席啊，主席，你安尼我民进主席，你们国民党执政真的要这样子玩吗？全国人民在看，各位同仁，你们这样子，主席，时间暂停，你们继续执行。时间暂停，你们来执行啊！时间暂停，暂停时间，大家请回座哈，离开。时间暂停，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时间暂停好不？时间暂停，暂停的。时间暂停，走开！时间，民进党的时间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暂停时间。各位同仁，请回座。暂停了，现在人呢？时间暂停了。没有事。可恶！丢脸呐！高雄市再一次，国民党多数执政，丢脸呐！人家民进党团的时间质询，您阿满了这种型。